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新光金矿要卖，中信金、大新金拢小钱要卖。昨下晡，大新金矿和新光金矿有召开临时董事会，决议要通过条款换股的比例，希望这站买卖会当成。不过即马中信金矿嘛要卖，伊伫9月11日时嘛已经有报警去金管会，金管会当日审核，9月14就会有结果。中信金要甲大新金抢新光金。所以，大新金加新光金的新新病，伫11下昼开临时董事会，决议要调管换股的比例，争取股东的支持。以台新金控的0.6720普通股，加计0.175股的新种特别股，来换取新光金控1股的普通股。新种特别股每一股的面额是新台币10块，年利率1.665%。会伫3年了，按照发行计数全部收回。依照大新金10月收盘计数，每一股18块半，加计特别股调整了转换计数所含的新光金每一股换股计数14块100，比原本的计数提悬25%，双方的竞争愈来愈激烈。我们是11席董事通过了哈，那有2席是这个保留，2席是反对哦，但是还是通过了。我觉得有合意并购的时候，就政府理应就不应该再核准另外一个恶意并购来骚扰。中信金发声明讲，国际上无迄种合意并购优先的概念，收购计数比竞争对手加要到3成，无资本无够的疑虑，也提供员工3年工作权的保障，并且释出善意，合并了保留新光金的名，将会改做中信新光金矿。若是以收盘计数换算收购计数，这么新兴病甲中兴病的计数正晚。那以后台新金这个合并了新光金之后，股本会膨胀的更多，那也会稀释掉以后的这个 EPS。金管会证实，中信金已经伫咧10月正式报警，金管会会继续审核。上面核准日期是9月24。因若大新金所落来是毋是搁再调管换股的比例？大新金表示，10月初9将会开临时股东会，这1、2天就会将议案的计数资料还予交易所，也就是讲，计数若决定了，就袂搁再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